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5年4月13號星期日沙田嘅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提供第4場俾大家參考嘅，亦都好似以往咁，我投注咗呢場馬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呢條飛呢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第4場嘅4班1200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快樂高球，2號嘅花果猴王，4號嘅魅影歌飛，6號嘅金多喜，同埋7號嘅可靠大師。今場馬呢係新舊馬混戰，咁呢12匹馬呢，冇一匹馬呢係贏過田草千二嘅。咁最叻呢就係有3匹馬，1號嘅快樂高球，2號嘅花果猴王，同埋4號嘅魅影歌飛呢。呢3匹馬呢跑呢個路程呢試過跑過第2。咁另外一匹呢8號嘅精益大師呢，佢係贏過1200，不過佢係跑馬地嘅。咁喺1號嘅快樂高球、2號嘅花果猴王同埋4號嘅魅影歌飛呢，呢3匹馬之中呢，以演出較為穩定嘅呢，就係1號嘅快樂高球。咁佢已經連續4場馬呢係跑過第2。咁3場嘅田草1000。咁最近嗰場跑第2呢，就係跑呢個路程。咁嗰場馬呢，佢排過6檔，沿途呢守住喺3、4位，咁直路呢追翻上嚟呢，就跑過第2。本身所做嘅時間1分08個91，末段22個34，咁演出呢都非常之好噶啦。咁睇翻呢隻馬呢，佢總共跑咗11場馬，咁一個第1、4個第2、2個第3，只係有4次唔入圍。咁佢上名率呢都好高喎。佢贏馬嗰場嘅路程呢，就係田草嘅1400。咁呢隻馬跑1000又經常入圍，跑1200佢亦都跑得好，1400仲可以贏馬。咁我覺得呢，呢匹馬呢跑1200呢都好合佢腳法㗎。咁最近晨課呢，見到匹馬嗰個狀態呢係保持得非常之好嘅。咁今次排一個檔位好好，排一個3檔。咁今場馬呢，有8號嘅精益大師同埋7號嘅可靠大師呢，我估計呢2匹馬呢，會放喺前面嗰度嚟走呢。呢匹快樂高球呢，應該可以好輕鬆呢，跟住有遮檔位嘅3、4位，然之後留翻喺直路嗰度嚟追。今場呢，無論排檔又好，狀態同埋路程呢，各方面嘅條件呢都有利之下呢，我認為呢匹1號嘅快樂高球呢係值得睇好，所以我揾佢作為馬膽。2號嘅花果猴王呢，主要呢都係跑泥地為主嘅。咁我揀佢主要嘅原因呢，就係喺晨課見到隻馬呢，嗰個狀態呢係非常之好，同埋呢佢喺4班佢係覺得係有少少班次上嘅着數。咁同埋呢，咁佢上季尾喺3班曾經跑呢個田草1200呢，後上跑過第2。咁雖然輸俾頭馬包裝天象呢係遠啲，咁但係呢，佢都可以贏到時尚風采同埋超霸勝。咁今場嘅花果猴王呢，我認為呢，佢憑佢嗰個班次同埋嘅狀態呢，今場馬呢，佢有機會走入前3名。4號嘅魅影歌飛呢，呢匹質新馬呢出賽過2場呢都係跑呢個路程。咁佢初出嗰場馬呢，已經有好嘅表現，後上呢跑過第2，咁僅輸俾嗰匹超班馬跨境寶馬呢係4分3馬位。咁跑完嗰場馬呢，再出呢，咁後上不及呢，就只能夠跑過第4。咁2場馬嘅末段呢，佢都係做到非常之快嘅時間，22個21同埋22個正嘅。復課呢就見到匹馬呢，嗰個狀態呢，只係能夠講係維持到上場嘅水準，冇乜特別嘅進展。咁但係呢，我認為呢匹馬呢，嗰個質素係唔錯嘅。咁今次換咗由艾少禮跑。咁排個檔位仲差過上次，睇下步速快唔快啦。如果步速夠快嘅呢，咁咧就對呢匹馬呢係比較有利。如果步速係偏慢嘅話呢，咁對佢嚟講呢
就比較吃力啲。咁啊，今場嘅4號魅影歌飛呢，我覺得憑佢質素會有好嘅演出嘅。7號嘅可靠大師呢，出賽過一場嘅田草1000，咁啊嗰場馬呢就跑過第4，輸俾頭馬2個幾馬位，咁啊講演出嚟講呢，唔算係好嘅。咁但係睇翻佢呢，喺從化試過2次嘅1200嘅草閘呢，咁啊2次嘅草閘呢，都係有前有後喎，試得非常之好嘅。咁啊，但係呢，始終出賽呢就還出賽，試閘還試閘。咁啊，聽日呢排個好嘅檔位，排一個2檔，由阿潘頓跑呢，咁可能呢1000對佢嚟講呢係速一滯，1200呢可能會較合適都唔定嘅。咁啊，今場嘅7號可靠大師呢，我覺得有機會走入連贏配腳。6號嘅金多喜呢，咁啊亦都跑過一場熱身㗎啦，就係田草嘅1000，咁啊出閘呢就慢咗少少，咁啊追翻嚟呢，跑過第8，輸俾頭馬4個馬位。咁啊嗰場馬呢，當佢係熱身啦。咁佢最近喺3月28號呢，試一個從化嘅1200草閘呢，同一啲全部都係3班馬嚟試喎。咁我覺得嗰次嘅大閘呢，雖然呢喺直路呢，佢有推騎同埋打邊，見到匹馬呢都有一個唔錯嘅反應喎。咁今場嘅6號金多喜呢，排一個4檔，由阿周俊樂跑呢，我認為呢匹馬呢係一匹最佳嘅冷門馬，所以呢連贏配腳呢都要預埋佢嘅。第4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1拖247，三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1拖2467。第4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1號，第2名嘅馬膽2467，第3名嘅馬膽2467 11 12，第4名嘅馬膽亦都係2467 11 12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80注，1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80蚊。咁我喺第3名同埋第4名嗰個位置嗰度呢，加多11號同埋12號嘅。每次嘅賽事呢，我都會提供4場嘅連贏過關俾呢個揸 fit 論馬群組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，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